来乡亲啊，继续来看这件，在这个乌克兰甲俄罗斯的战争当中，军用的无人机是扮演着重要的角色。美国的《华尔街日报》今仔日报道，讲台湾嘛当积极密集咧打造无人机国家队，但是全世界大部分的无人机主要的生产线都伫中国，所以台湾的供应链面临着真大的挑战。这个载重可以到30。今朝伫咧听记者解说，总统赖清德今年3月视察无人机国家队，当时所发现有中国制造厂商。虽然当时记者只是咧试阶段，不过即马和美国华尔街日报嘛点出，台湾会先面对中国供应链的考验。部分的技术还有在国内厂商的整合，所谓的影像这个云台也就是无人机在飞行的时候，那对于影像的稳定性是非常关键的。第二个是所谓的这个发动机不管是吃油或是电动的方式，国内也都需要再进一步的强化自制能力。为目标向下面冲，无人机伫咧俄罗斯、乌克兰战争战场发挥战功，只是全世界大部分的无人机拢是中国制造，不过台湾军部无法度使用中国的零件，就惊自安全级增自漏失的风险。本来甲澳洲北莫达，不过计小刷开超过20多批。在乌克兰战场上，平均乌克兰军队每个月要消耗1万架的中小型无人机。那么乌克兰也把它自己的产量拉大到100万架左右。乌克兰伫咧战争初期，捌拒绝使用美国制造的无人机，因为定定咧害价钱嘛真贵，所以就换来甲中国买无人机。国即马部署真侪无人机侦察敌军的行动和空投炸药。乌克兰为着战争，已经发展出无人机在地升级。专家建议台湾政府需要和民间企业同齐合作，扩大制造规模，量产准备，这当伫咧烧战的时，唔免惊战输别人。你好，我是宋彦明。想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紧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